国务院原总理朱鎔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8月12號喺北京病逝，享年98歲。訃告形容朱鎔基係優秀嘅共產黨黨員，中共同國家嘅卓越領導人。朱鎔基1928年生於湖南長沙，喺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之後從事工業生產、經濟規劃等嘅工作。喺反右運動時期，朱鎔基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文革時更被下放到湖北5年。文革後，朱鎔基獲得平反。1987年出任上海市委副書記，成為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嘅副手。兩人合作1年多之後，江澤民調任回京，朱鎔基成為上海黨政第一把手。面對當時國際制裁同國內保守勢力，朱鎔基表明改革開放嘅決心不會變。隨即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間證券交易所。上海市政府新聞處昨天下午舉行浦東開發新聞發布會，副市長佢又提出引進外資開發浦東，一度被外界質疑係南柯一夢。佢當時咁樣回應：把浦東開發起來，把上海振興起來，國際的合作能夠加速我們的發展，我對於前景是非常樂觀的。當時上海只係有4間外資銀行，有被派駐當地嘅香港銀行家話朱鎔基對改革嘅堅持，俾咗外資好大信心。我喺嘅印象當中，真係嗰幾年係好大嘅變動嘅，尤其是睇到朱市長佢個作風啊，俾人印象佢可以係比較好進取啊，好有規劃啊，同埋係敢作敢為啊。咁同埋係對外開放嘅形象好清晰，咁係變咗啲外資係相對大家同業對佢都有信心咯。尤其是啲外資銀行嚟到啊，起碼有生意做啦。朱鎔基曾經形容浦東係上海嘅新希望。經過多年發展，今日呢度已經成為上海嘅標誌。關達昌亦都見證住浦東嘅變化。以前咧，好多人講就話寧願要浦西一張床，都唔要浦東一間房噶嘛。就因為浦東根本就冇人想去，係一個鄉下地方。但係當朱總你話要開發浦東嘅時候咧，咁睇到好多工程係開始推動啦，無論橋啊、新嘅一啲鐵路啊，包括地鐵啊要起動啊，咁變咗慢慢睇到當時一個大工地，咁就見到上海慢慢開始進入嗰個新嘅階段。上海市人民表示你哋的問候，節日愉快。祝小平同志健康長壽。鄧小平1991年南下上海過春節，高度評價朱鎔基推動經濟改革嘅能力。朱鎔基隨後獲提拔回京，升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經濟。中國的時候只要不搞稅，不搞開放、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逐步的改善人民生活，這個任何一條路都不是死路。小平同志講話一個總的精神，我體會啊，膽子更大一點，步伐更快一點，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同年嘅14屆一中全會，朱鎔基更加連跳3級，由中央候補委員躍升為政治局常委，成為正國級領導人之一，亦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當時咧係需要一個即係有闖勁嘅、有懂業務嘅、懂經濟嘅一個有專業知識嘅一個幹部。咁而且係敢言嘅，所以就揾到佢呢個咁嘅人，反右嗰陣時被整過，咁嘅人我鄧小平都夠膽用，將佢放喺咁嘅位置，咁啊即係表明我對改革開放嘅決心啊！
任內，朱鎔基面對國營企業三角債、經濟過熱等嘅危機，佢大刀闊斧改革，成功穩定局面。國務院總理人選朱鎔基，贊成2890票。1998年，朱鎔基接替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同江澤民再度合作，形成江朱體制。而佢嘅呢番宣言更加表明對改革開放嘅決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朱鎔基上任之後，隨即推動建國以嚟最大規模嘅國務院機構改革，取消15個政府部門，將員工人數由33000減到16000。沒有錢，錢到哪兒去了呢？第一，我們政府機關龐大，釋放財政，把錢都吃光了。而針對當時1/3國企面臨虧損，佢以找大放小策略推動改革，即係容許大型國企公司化轉型，小型或者虧損嘅國企就要關閉、合併、出售，導致數以千萬計嘅國企工人下崗。但係最終亦都令到大部分國企成功3年脫困，扭虧為盈。咁就累積落嚟咧，就有一大批嘅退休工人啊，咁個工廠咧要養晒佢。養晒佢，咁啊結果咧就你話唔蝕，你點啫？即係退休嘅仲多過在職嘅工人。朱鎔基當時嘅改革咧個方向咧就主要揸大放小，咁細嗰啲咧基本上就關停，有啲就賣。咁一嚟咧就好多原來嘅工人咧就下崗啦。咁呢啲人咧就肯定鬧朱鎔基㗎啦。咁但係咧，回過頭嚟睇咧，如果冇嗰陣時斷尾求生，嗰啲廠咧就更加不堪負荷。喺種種阻力下，朱鎔基以鐵腕作風，成功推動經濟改革，奠定中國經濟隨後多年高速發展嘅基礎，被外界稱為經濟沙皇。至於我本人，沒有什麼好說的。對於外界叫我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也好，叫我經濟沙皇也好，叫我什麼東西也好，我都不高興。經濟沙皇嘅名咧，我或者要咩鐵面宰相嗰個咁嘅稱號嘅，應該就反映出佢嗰個獨特嘅人格，即係有所擔當，同埋不畏壓力，同埋邊個將政策執行到底。喺過程當中咧，唔怕得罪人，唔怕講真話，就令到好多人咧對佢產生咗畏懼嘅感覺。但係同時對你都有所尊重喎，即係話咧，好少話見到一個咧咁嘅官員咧，有咁嘅膽識。咁嘅魄力嚟到推動改革。我本身欠他很多錢。朱鎔基1999年出訪美國，同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達成農業協議，亦都討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嘅問題。The bottom line is this: if China is willing to play by the global rules of trade, it would be an inexplicable mistake for the United States. 我們確實是做了極大的讓步，當然這個話我只能在這裡說。如果我跑到中國去的說，那可能我又要下台了。訪美期間，朱鎔基多次遇到示威，佢亦都以幽默應對。你們那裡的政治氣氛那麼反對中國，但是江澤民主席要我還是要來。他是中國的 No.1， 我還是只能聽他的。之後，中美兩國正式達成協議，為中國加入世貿掃除最大障礙。中國再同多國達成雙邊協議。
跟这些国家达成协议，我想比跟美国达成协议要容易一点，头发不会变白。中美达成协议是真不容易呀、在这个中间，马歇尔斯基跟克林顿总统打了3次电话，请不要多心，是他亲自告诉我的。She told me in person. 当然，我跟江泽民主席打的电话，那绝对不止3次。So agrees. 中國2001年正式加入世貿，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朱鎔基更加提出經濟增長年年保8嘅最低目標。喺經濟增長嘅同時，當局亦都承認官場貪腐問題嚴重。以1999年廈門遠華案為例，走私金額達到530億人民幣，涉案官員包括公安部副部長同軍方高層。喺中央一致反腐敗會議上，朱鎔基就話已經準備100口棺材，99口留俾貪官，1口留俾自己，強調對問題絕不姑息。朱鎔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職，退休之後生活低調，甚少喺公眾場合露面。縱橫官場幾十年，佢2000年呢一句説話，正正為佢為官之道寫下註腳。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哎呀，我就謝天謝地啊！1990年，朱鎔基以上海市長身份來港考察香港城市建設同管理。這每個單元都有衛生健康，都有嚟。佢先參觀房屋署，之後又到馬鞍山一條公共屋邨上樓探訪住戶。那麼我們有機會呢到上海呀，也可以拜訪你。好啊，可不可以？當然可以。可以。啥交你了嘛？交了朋友。當時朱鎔基正係主導上海浦東開發計劃。除咗考察房屋建設，佢來港嘅另外一個重點係爭取港商投資開發浦東。我們要趕上香港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和香港是一個合作的關係，是一個友好合作的關係。還是我那2句話：香港之所長是上海之所短，上海之所長是香港之所需。梁官城當時喺貿發局上海辦事處工作。朱鎔基來港之旅，佢亦都有份協助籌備。朱總理咧，即係當時嘅朱市長咧，就係佢哋做事情咧非常之有規劃嘅。佢半年前咧已經揾咗佢外資委嘅主任咧嚟揾我㗎啦，就話朱市長喺6月嘅時候，90年嘅6月嚟訪問香港，咁佢想見咩嘅人，見咩嘅機構，都提出一個好清楚嘅清單俾我。我哋定咗個行程之後咧，佢1分鐘都唔改。係完全跟足呢個行程嘅計劃去執行嘅。佢當時全程陪同訪港團，見證朱鎔基點樣贏得港商同外資嘅信任。浦東咧當時咧淨係非常之落後啊！點樣可以吸引外資？點樣將浦東咧就變成叫做東方嘅曼克頓呢？佢嚟到香港就搞咗個好大規模嘅浦東開發嘅發佈會。當時嗰個發佈會咧係搞得非常之成功同埋轟動嘅，因為所有香港同埋國際性喺香港嘅駐港機構做大陸生嘅一把手咧，基本上都嚟齊晒。而喺更早之前，朱鎔基已經注意香港土地同房屋政策。1988年，佢推動上海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嘅時候，年過6旬嘅朱鎔基2次會見當時只係得30幾歲嘅梁振英，了解佢對上海住屋問題嘅睇法。有一點我係感受好深嘅，
就係禮賢下士不耻下問。佢唔會因為我當時一個30幾歲嘅一個香港嘅專業人士，而話佢唔重視我嘅意見，喺政治上比較敏感嘅問題上。朱總理佢願意喺上海作為喺整個國家內地範圍內，佢擔起呢個試點嘅責任，嗰個政治勇氣係好值得我哋盡辦法去支持同埋配合嘅。香港回歸2個月後，已經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嘅朱鎔基再度來港出席世銀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佢形容香港係中國同世界經濟嘅重要交匯點。香港回歸中國2個多月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作正常，很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了認真的貫徹。劉兆佳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佢話當時香港經濟不景，朱鎔基對香港嘅關顧亦都體現咗中央對港方針。喂，中央當時咧成個政策就話不干預政策，即係唔盡可能咧唔涉及香港事務，甚至唔想喺呢香港事務上咧有過多嘅發言。朱總理當時咧針對香港嘅問題咧，而作出各種各樣嘅支持、保證同埋關懷咧，主要就針對香港嘅經濟情況嚟講，即係表明中央政府咧會義無反顧地支持香港繁榮穩定。亞洲金融風暴同年爆發，國際炒家追擊港元，香港聯繫匯率制度遭受嚴峻挑戰。1998年升任總理嘅朱鎔基喺佢首場中外記者會上就特別向香港派定心丸。中國政府高度評價香港政府所採取的政策，我們不認為香港在今後會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萬一香港政府需要中央人民政府的幫助的時候，只要香港特區行政政府向中國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它的聯繫匯率制度。陳凱欣，陳凱欣，你跟那個導演的名字差不多。朱鎔基每次外訪同在場香港記者嘅互動，就展現呢位鐵腕總理親和同幽默嘅一面。香港的那個任志剛先生，他的薪酬呢被香港批評為太高了。你覺得這個對香港的，比如說是如果是減他們的薪酬，會不會對香港的赤字有點幫助？你這麼具體的問題來問我，不是叫我為難嗎？我說他高了，我對不起任志剛先生；我說他低了，那結果又干預了你們特區政府的內政。我最好的不發表意見。佢對唔少香港記者都有印象。2002年更加喺鏡頭前面點名呢一位香港記者李彤在不在？李彤當時係電視台記者，主要報導中國新聞，幾乎每次朱鎔基外訪佢都有跟隨。佢話香港記者好多時都想追訪領導人對香港嘅睇法，但係朱鎔基好少直接評論，正正反映佢對一國兩制嘅堅持。作為中央領導層，佢又唔係特別主管香港咧，其實佢盡可能都唔想去講到香港啲內部嘅運作啦，或者係唔想講得太多關於香港嘅發展啊咁樣，因為始終香港都係高度自治啦，即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咁樣，咁所以佢其實都有陣時都避重就輕。不過2000年前後，香港面對經濟挑戰嘅時候，朱鎔基亦都適時表態，展現中央對香港嘅支持。
佢就即係特別講到香港嘅發展，即係話你哋唔好咁擔心啦。佢話其實即係跌0點幾個百分點唔係一件好大嘅問題。佢話即係最緊要大家有信心，中央一定會支持香港推動香港嘅發展嘅。咁跟住就講咗一句就即係後來都比較經典嘅，就係話啊，你哋即係大家唔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啦。咁即係定咗個目標方向就要即係一股勁咁樣向前做啦咁樣。去到2002年，香港市道低迷，失業率攀升，特區政府面對嚴重財赤。總理任期去到尾聲嘅朱鎔基親自來港為港人打氣，喺多個公開場合力挺香港。黨中央、國務院一定會堅持的，竭盡所能，促進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動員一切可以動用的資源和力量，促進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又喺禮賓府冇用講稿發表長約22分鐘嘅講話。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講話最後，佢背誦經典名曲《獅子山下》歌詞，勉勵港人同舟共濟。但是我這個廣東話呢，又冇得，對不對啊？唔得，剛學的沒說好，沒學好。我想我們的感情總是共同的嘛，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讓我們大家用艱苦努力寫下那不朽湘江名句。我愛香港，謝謝。